湖北武汉的黄梅啊，东禅寺附近的黄陂区，你看严寒的冬天，12月今天16号了，你看那个温度最低温都零下了，下礼拜一最低温才2度啊！你看，这就是在湖北黄梅东禅寺啊，古代那个唐朝六祖坛经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拜五祖弘忍大师，弘忍大师就是黄梅禅师。黄梅，地名黄梅，在武汉附近，武汉东边嘛。天气这么冷啊，可以搜寻吗？搜寻武汉，你看湖北武汉，你看你看武汉有没有看到黄陂区啊？黄梅是属于武汉黄陂区啊，那附近就是有黄梅东禅寺啊。武昌起义啊，武昌呢？你看也是零下了。武昌起义那个武昌啊，12月16号快要元旦了呢。你看，元旦就叫做开国纪念日。你看那么冷的那么冷的季节，武昌起义是国庆日是10月10号，秋天呢。黄陂区那么冷。